呢一課要講嘅第一個就係解釋呢個白馬王子呢個名詞。白馬王子呢個詞語英文原型係，若果直譯嘅話，應該係迷人嘅王子，同白馬冇拉冇楞。但何解冠以白馬兩個字呢？而家先從呢個詞開始講述。喺西方童話故事中，例如灰姑娘或者白雪公主，都出現一個迷人嘅王子，解救咗灰姑娘同白雪公主。呢個王子被描述為英俊、瀟灑、風度翩翩嘅年輕男子。咁呢個王子係咪一定騎白馬呢？翻查資料並冇講明呢個迷人嘅王子一定係騎馬，更加唔使講話係要騎白馬。只不過喺歐洲文化傳統中，白馬長期被視為純潔、英雄主義同高貴嘅象徵。童話中嘅王子或者騎士被形容為騎着白馬登場，代表咗正義、浪漫同有貴族氣質。咁將佢翻譯成中文嘅時候呢，就係應該係有魅力、迷人嘅王子。將佢呢就翻譯為白馬王子，目的就係強調呢個王子或者騎士係英俊年輕、風度翩翩、浪漫、高貴，能夠解救美麗溫柔嘅少女於危難之中。咁呢個呢，就係將佢形象化、美麗化啦。第二個要解釋嘅詞語就係大白象。咁先從大白象呢個詞語嘅起源講起。據說喺19世紀中葉，當時嘅暹羅，即係而家嘅泰國，國王時時將白象贈送俾一啲呢個國王心中所唔中意嘅功臣。咁表面上呢，功臣得到賞賜係一種榮耀嚟嘅，但係實質上呢，令到接受嘅人呢就財政崩潰，從而削弱佢個勢力。咁此話何解呢？就係功臣接受咗大白象之後呢，若果冇能力供養，係咪可以將佢拋棄或者殺害呢？答案係否定嘅。原因係白象喺當時被視為稀有珍寶同埋皇室嘅象徵，佢係唔能夠勞作或者宰殺，於是功臣只能夠繼續飼養。但係飼養一隻象嘅成本高昂，不勝負荷，足以令一個接受贈者財政崩潰，屬於得物無所用，孭咗一個大包袱。於是白象或者大白象就被用嚟描述華而不實嘅物品或者計劃。到咗現代又出現咗大白象工程一詞。大白象工程意思係指造價高昂，但係物無所值嘅建設，維護成本同佢效益係唔成比例嘅。咁我哋呢度呢，就可以睇到大白象嘅工程嘅情況啦。第三個要解釋嘅詞語，今集講嘅就係白手套。喺英文語境之中，白手套嘅解釋呢，就係指歐洲貴族管家就戴上咗白手套，即係強調咗細緻同埋優質嘅高端服務。但係轉過嚟喺中文嘅語境之中呢，
白手套反而就係負面嘅描述。咁而家下咧就講下喺中文語境中白手套呢個詞語嘅運用，可以追溯到喺上世紀後期嘅台灣，有人借用咗白手套呢個詞語，描述白手套係白色嘅，係純潔嘅、乾淨嘅，但係手套裏邊嘅手可能係污糟嘅、邋遢嘅。咁但係經過白色手套嘅包裝，令到呢隻污糟邋遢嘅手所做嘅事，或者可以講得話勾當，睇起上嚟好似合法嘅。咁簡單解釋咧，就係白手套只係被利用嘅中間人，掩護或者掩飾唔見得光嘅人、企業、權貴或者貪官咁，而從事咗非法活動嘅人或者企業，特別設立一啲表面乾淨嘅機構，即係白手套咧，嚟做非法嘅活動。喺呢度講可以講咧，真正做事嘅手就係隱藏喺手套之中。咁我哋咧邊啲嘅情形你會顯示係白手套咧？例如我哋日常見到嘅有洗黑錢或者將資產轉移嘅咧，呢個都係白手套嘅一啲嘅例證。第四個要講嘅就係白武士啦。有關於白武士嘅傳說，就係話歐洲中世紀嘅時候，有白武士對抗邪惡，但係呢個並唔係真係有武士或者騎士着住白色嘅盔甲騎喺白馬上面喎。而只不過係歐洲中世紀騎士文學同埋童話故事描繪出嚟嘅騎白馬嘅英雄人物，拯救被欺負嘅人物，即係諸如好似美女咁啦。白武士係虛構嘅，係具有隱喻作用嘅。咁啊，白武士代表乜嘢呢？白武士係代表純潔、光明、拯救者同埋勝利者。經由白武士，正義就可以得到伸張。咁即係話呢，呢個只不過係一個虛構嘅詞語。好啦，咁啊喺呢度呢，現代啊，我哋就可以將白武士呢應用喺個人或者團體方面，特別係喺商業併購方面。舉一個例，喺商業上，當一間公司 A 公司出現財政危機嘅時候，另一間 B 公司出面作惡意嘅收購，咁啊應該似乎好危險啦。但係咧，呢個時間有第三間公司 C 公司主動或者係被 A 公司，即係受到有危險嘅公司邀請，就係介入提供友好嘅援助，喺收購或者資金上作出支持，阻止 B 公司嘅唔友善嘅收購。嗱，咁啊可以咧，於是啊就係話 C 公司就係 A 公司嘅白武士。咁呢個商業上白武士嘅詞彙啊，係幾時開始嘅呢？就係大約喺20世紀80年代企業併購浪潮之中出現嘅。咁如果話
一間公司有困難嘅時候，有白武士去打救佢，咁呢個呢，就係令到佢會得到一個生機。好，今日呢講嘅詞語4個，就係呢等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佢嘅情況係點樣嘅。資料就係搜集到係得到以上嘅情形。好，係咁啦。